咁呢條咧佢嘅 setting 咧就係咁啦，有一個 F1 同埋 F2 嘅力，咁呢兩個力咧就會造成一個叫做紅色 F 呢一個 resultant force 啦。係啦，咁啲角度咧就如下45、45，咁咪根據佢嗰個 N45E 呢個 information 得知嘅。咁呢度30同埋60啦，咁係根據佢嗰個150度去得知。咁呢啲應該都會做到。咁我哋逐個力去處理。首先處理咗 F1 呢個力先。OK， 咁 F1 咧佢可以拆一個垂直嘅力。咁 F1 如果拆一隻垂直嘅力，咁呢隻垂直嘅力叫咩名咧 ？OK， 咁你一係就叫做 F1 cosine 就60度。OK，F1 cosine 呢就60度。因為呢一度係60度啊嘛，係咪？又或者你根據下邊呢一隻角係叫30度，我哋叫佢做 F1 sin 30都得嘅。OK， 咁啊打橫向左都有個力啦，我哋 F1 咧可以拆一隻叫 F1 cosine 30，又或者叫 F1 sin 60嘅向左嘅力，得唔得？咁 F1 就可以拆向左向上 ，F2 使唔使拆咧？就唔使拆嘅 ，F2 就純粹向右嘅啫。好啦，咁我哋原來 F1 同 F2 佢哋最後製造到 F 出嚟嘅喎。OK，F 咧原來佢叫1萬啊嘛，係咪？題目有講 F 叫做1萬。咁呢隻1萬咧，其實咧佢都有分向上向右噶嘛，因為呢個 F 等於1萬啦。咁佢係一隻向右上嘅力。咁所以我咧就可以分別可以拆兩隻都叫做1萬 cosine 45向上同向右，得唔得？好啦，咁而家咧其實講緊嘅故事咧就係話上邊呢兩個力就將會等於下邊呢個力喎，係咪？因為 F1 同 F2 會製造一個 resultant 叫做1萬，咁所以咧上邊咧其實我哋有啲咩力咧？就係有一個向上叫做 F1 sin 30，係咪？上邊我藍色 highlight 住嘅呢一度 highlight 好似唔清楚。OK，上邊我間住嘅，其實係咪一定要等於下邊我間住嘅藍色咧？一定要嘅喎，因為點解啊？因為佢哋兩個最後會合成同一隻力啊嘛。上邊咧，首先向上嘅話咧，得一個 component 就係 F1 拆出嚟嘅向上，咁所以佢必定會等於下面呢個1萬拆出嚟嘅向上。OK， 咁至於水平嘅向左向右咧，就複雜少少咯喎，因為我哋知道咧 resultant 即係話結論出到嚟嘅力咧，係會有一個橙色我間住向右。叫做1萬 cosine 45，呢一個係個 resultant force。咁我哋未合之前咧，就有兩個候選人嘅，分別就係我橙色間住嘅呢兩個候選人，係咪 F2 向右同埋 F1 sin 60或者叫 F1 cosine 30啦，向左。咁所以我就會知道咧，其實咧 F2 同F1 cosine 30呢兩隻力咧，最後得出嚟個結論咧，相減完之後咧，一定係向右，兼且個數值咧會係等於1萬 cosine 45嘅。咁所以我就會話 F2 減 F1 sin 60點嚟㗎 ？F2 F1 sin 60又減咗，一定會等於呢一隻最終嘅向右嘅力，等於1萬 cosine 45。OK， 呢條式咧係由水平拆力去得出。咁垂直拆力就頭先講咗啦，非常簡單，因為我哋只有一個向上嘅候選人，就係佢啦。F1 cosine 60或者叫 F1 sin 30啦，咁所以我可以話 F1 cosine 60咧，就一定會必然係等於下邊呢隻1萬。1萬係我哋最後合力啊嘛 ，resultant force 啊嘛。
OK， 佢嘅向上 component 叫咩名啊？都係叫做10000 cosine 45，呢個就係垂直策力得出嘅結論。OK， 咁你係根據呢一條公式計咗個 F1 先，然之後咧就再將呢個 F1 代翻上去，咁你就自然都會計到F2噶啦，就係咁。